来到高雄，透早拼一场的大雷雨，产疗甲家庭啊落上多、落上大。其中这个家庭啊施雨量高达233毫米，瞬间落超大雨，雨水消透袂离，淹水是淹甲真凄惨。产疗月世界附近水淹甲一个人悬，居民是紧急来撤离。高雄市长韩国瑜早起嘛到产疗看灾情，里长是讲，因遐既若落大雨就做大水。 将来唔捌解决过，所以加来看拢共款。记者所在位置呢，在高雄市的田寮区。那昨天晚上呢，降下豪大雨之后呢，让新路27号这边呢，在一个晚上积水呢高达半个人高，最高呢曾经高达1.2米高度。那现在呢，今天凌晨这些居民呢，也就已经全部是撤离这边了。咱台湾落大雨，雨势集中在北高雄甲瓦山区的所在，敢若是产疗24小时，累积的雨量就落203.5毫米。 西德里新路淹大水，7路居民11个人已经伫透早5点外撤离，雨水灌入去徛家门口，已经看袂出原本的道路伫倒位。因为离林溪河川部长以及地势较低、地势这所在，每届落雨拢会淹水，当地居民真困扰。咱有咧做啥物改善呢？这无当改善啊，这嘛是放我淹尔。有啊，你若整迄个家具叫淹水，这有补助啊。 溪水部长就要搬到桥顶啊，紧急封闭两边的路口。高雄市长韩国瑜更改行程，前往产疗视察。市长搭伫这6号门路的了解情形，居民嘛卖怨遮19冬来拢无清。长期以来都会淹水跟淤积。 顶礼拜6礼拜，南马社甲桃园淹水时阵，韩市长不用咧走选举，即摆上班日总算出面积极视察灾情。不过对居民来讲，管什么时阵出现，上重要是谁会当解决因的淹水痛苦。